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发生一件人伦悲剧。34岁后爸不满4岁情人囝大卡吵闹，甲囡仔讲甲是一直吐，所来甲结出去外口，家己转去困。太太一转来到地，发现后生倒伫路边无呼吸心跳，赶紧来报警，甲囡仔送病院。但是伤慢咯，已经救袂转来咯。民众真着急，早伫救护车的前面串路。 来到一户民体前面，救护人员嘛赶紧落车，因为有一位4岁查甫囡仔，风等伫门口无呼吸心跳。囡仔送病院了后，也是当场死亡。警方介入调查，发现这查甫囡仔生前和34岁姓陈的后叔拍。14暗时6点外时阵，后叔就疑似因为囡仔哭闹，动手拍伊，拍甲吐。15岁透早4点外，竟然将囡仔等伫门口，然后转去厝困。 太太等来厝了，看到囡仔倒伫大路里无心跳，赶紧打电话求助。3个小朋友在等娃娃车嘛，我第一次看到啊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么3个可爱的小朋友哈，在等娃娃车，怎么没有大人陪？厝边讲，囡仔妈妈是带3个细汉囡仔改嫁，大汉后生6岁，查囝5岁，上细汉的后生4岁，过来2个月，并且顶面还佫有放一家口5个人的相片，想要到上细汉的后生。 竟然和后叔拍甲断开死亡。他案家里面还有的其他的孩童的一个安全，那经评估后，我们已经紧急在当晚就把孩童做安置。消委处表示，囡仔生病之前因为入院，妈妈甲3个囡仔被通报高风险家庭，想未到妈妈改嫁了后发生不幸。检警调查，后叔是做粗工，有啉酒的习惯。案发的时阵疑似啉酒，检察官已经咧讯问，厘清动手原因甲过程。